細佬嗰個8分鐘呢場8分鐘，嚟啦手逼，哇！籃板，唔好睇住波啊！攞籃板啊要！阿喬你幫手搶波，攞籃板係 ，yes good， 好住慢慢嚟，阿喬去埋，發波出去，發波出3分線，好 ，back go， 翻上，係攞波。要攞籃板啦，唔好掛住孖人啦。係，發波出去，我哋開波，阿喬 go， 嘿，走。阿姚哥嘅，幫佢，死咗啦，幫佢係啦，射，好嘢，繼續，翻上 go。點解有人射嘅？下球暫停，阿姚傳波出去，喂幫佢啦，唔好企喺度啦，幫佢啦，成隊波㗎打波係。阿姚哥，劈！去晒！兩個波，分走 ，pressure go！ 翻嚟啊！阿哥，好，阿哥，好，聽住，陣間咧陣間換客要換日希，得唔得？日希陣間出到去8:30號，好唔好？唔好陣間黐住佢，唔好咁樣俾佢過。啱啊，30號。30號咁難，不如俾阿細佬翻。得，你抹。好，陣間聽住啦，我哋而家有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好大問題，聽住啦。喂，專心啦，唔該，大家先望。嗱，啱啱咧人哋射波，點解全部都好似一個大佛咁樣等個波落嚟嘅？叫起身拎可唔可以？叫起身拎，唔好等個波慢慢跌啦。個波跌咗落嚟咯喎，咦？個波真係跌咗咯喎，我先拎，我 OK。一射就要嚟啦，我 OK 啊？得唔得？好，嚟啊，預備。好嘅，1、2、3，決殺。係冇錯。我開啊！係，即刻打，就打。邊個開？我開啊！係啊，綠色開，我哋開。好，牛哥，日希唔好開波，細佬開波，俾細佬開波。未開，牛哥啊，牛哥，yes，企翻個位先。哎呀，我喺度行啊！日希啱啦，對啊，30號啊，日希要乜30？日希乜30？係啦，黐住佢。係啦，細佬，好波，細佬，30號啊你啊，好波，細佬。喂，日希，淨係跟30號做喎，唔好去睇人嗰度。綠色開波。日希企位 right， 開波做咩啊？一開波要做乜嘢 ？Go！ 馬上去，日希，握住。好望人，死咗就望人。俾翻細佬慢慢嚟，唔使急。好波！攞隻左手拱開佢。細佬，唔好控咁多波。係 Ryan， 陣間行上少少幫細佬，幫細佬，冇錯。做咗匹先，做咗後腳先。一開波就要做啦，係啦。Ryan 拍開。出咗界啊！細佬出嚟，阿哥，Go！ 打咯，決入。日希守波啊，守翻30號，日希守翻30號。
細佬啊，大佬阿媽呢個，阿哥2號，阿哥2號啊，走啊，上去走啊，官方哇！好難打，阿哥幫佢，俾阿哥，呢邊，佢 pass， 好走翻30號，係跟住阿哥2號你走，出圈啦，係啦，嚟緊啦，係，俾佢，拍好啲個波，繼續，會，係打，你打，我俾翻佢，轉身，唔緊要，俾翻阿哥，哎呀，唔緊要，繼續，搶佢波。繼續啊，唔好吹啊，繼續，阿哥2號，邊個？唔緊要啊，繼續啊，成場波繼續啊，未完啊，加油，打埋佢，堅持，係上，射波，唔射得就俾，射阿哥，好啊，繼續，日希跟人30號啊，30號，繼續，冇人時間，阿哥幫佢，2分48，俾阿哥，高度啊，拍波打，好波，哎呀，拍波都得㗎，2號阿哥2號，黃波，舉手，係啦，冇問題，再逼埋去，逼埋去，舉手，係啦，繼續係繼續，攞波，繼續啦，見唔見點樣打？3個籃球，唔好咁樣做。會，係啊，對人，十細佬，日希，good job，好，換人，細佬對住30號，全程對住30號，日希過嚟，乜嘢啊？勁啊！佢哋線嘅？係啊，10個落住啊！哎呀，唔好企喺前面，唔好企喺前面，算啦。睇下先。係啦，頂住佢咯，右手。走 ，roll in, cover one, roll in。贏波，射分，好波，好，喂，冇落波 Ryan， 人哋攞㗎。好 Ryan， 你而家跟30號，細佬返第2個人。Ryan 走緊球。阿哥掹11啦，因為是但啦。OK。繼續攞波，未啊！係，加波。俾翻細佬。哇！佢揸實咗波啦！阿哥，好波！喂，記住啊，跟翻自己前面嗰個人，唔好望波，唔好淨係望波。阿哥，開波啦！要做啲咩啊？